这是足重要的 business model。啊，这是头到尾啊吼，这是迄个 Space 2当前，伊第10飞转来时阵，这个伊第一届第一载当回收的影片哦。正手柄迄个是公里哦，迄是关度；倒手柄是个时速，伊的时速到尾你看伊进入轨道的时阵，差不多26000公里，所以高铁差不多260、270到100袂紧。哦，我拄则无后边讲，啊，伊到差不多70公里。第17档，啊，这第20个引擎的，这个伊的喷嘴哦，伊这规个用足特殊的，会当耐差不多2500度的 alloy， 哦，这特殊，这其实当原料当我拢用，啊，伊这个是上12条迄个有车，我主要毋是咧讲技术哦，我主要讲你看。因即摆公司去年我摕到做6000几个，90%拢是20-30个囡仔。嘿，像我这拢算老岁啊。照你讲，无应该是阿伯家咧做太空吧？应该照你。哦，我26000公里吼，伊足厉害，美国这真正，美国因咧讲笑的，美国过去几十档投资伫太空，咧惊说无说你 ，Excuse me, I'm a rocket scientist. I have a liquid rocket engine at home. In my garage， 因咧真正是安尼。你看伊飞过600公里，佮飞转来，伊准确度差不多3-4公分尔，足厉害，对吗？伊这内底包括所有的，你看伊的引擎的控制，哦，啊，佮包括通信，包括导控，包括材料，迄种少年家啊，阮这算老岁啊，毋敢拖创啥。所以美国迄个社会强就是因即个民主。自由的社会，咱创造环境，互少年家啊发挥啦。嘿 ，OK 啊，上尾啊就是讲啊，这是一个蒋内容一句话，我做名叫做 "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only a dream.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with action." 这 with action 是我加的啦。一个人做伙食毒啊，无行动袂使吼。一个人做伙啊，你有行动啊，不管开始的这个计划好啊歹，你虽然做伙有想要做一件目标哩啊，做清楚，你学白做，毋是学白做。歪歪翘翘，到尾拢会调整出一条路来，吼啊！这是变真的 reality 哦。啊，阮绝对无要放弃，要离开地球，就对啊。啊，搁一个，这是我尾仔经验，这是迄个巧鱼迄个往生的这个贾博士吼。简单讲就是讲哦，你有当到一个年纪，可能这少年家袂安尼想啦，可能像阮这有岁的人，你会想讲，奇怪，我现在来做火箭，我还无特别做一火箭。我现在做 plasma， 我做片，我这个较早我读博士、硕士完全无关系。啊，为什么会安排我这个？有当你无都甲串起来，未来电梯，你搭伫咧回顾，你咧想过去的时阵，你甲串起来。有当时你无要相，你不得不吼，不得相信，不得不相信这个一点一滴吼，甲你家己的未来是有关系。有当时啊，你不得不相信家己的勇气、命运甲因果。我即摆颠倒转来想。我会惊到今仔日，如我讲的变社会责任，其实甲我看了这句话，我是做有感受的。好，多谢大家。咱做20分钟。真精彩吼！我听到就欢喜，啊，毋过我毋知要安怎问，因为这内底有即个歌星的问题。我刚才听到一句话叫巷仔底内底唱伫巷仔底。对。啊。我先用机会，我大家来问好无？大家有这个问题。啊，麻烦讲较大声。国防部有向你们上来讲话，歹势。要那个技术还是什么东西的？哈？国防部啊，国防部这个报纸有报，国防部有跟你们要一个什么技术还是什么东西去做那个飞弹？无啦，阮甲伊无关系。阮甲伊完全无关系。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消息？阮甲国防部。不是啊，他们国防部跟你们要一个技术啊，他们说报纸是报的啦，我不晓得到底有没有那个。无啦。要把飞弹的那个东西要减轻啦。无啦。可能画记者你看我白写的，无这个的。除了火箭，我想毋是讲火箭技术当然有趣味，但是有其他代志，我咱分享一寡我过去10几档的经验安尼，这嘿。
我想要更较有价值嘿。或这少年朋友看有啥物，莫歹势，台湾学生拢做避暑的，足奇怪的。上课要拜托学生问题，那像要甲规个嘛是无效。拜托恁都，嘿，我希望咱听看恁一寡看法呀。哦，袂歹。哦，这哦，其实足简单一句话，因为我伫美国开始了解台湾历史了，我佫回想我细汉，我为虾米国小1年级我拢读40-50名，尾仔为虾米我伫美国读册，我规个连结起来，了解台湾了，我就用台湾为做中心嘛。我第一步我的觉醒，我个人的人生觉醒来讲，我较早有三仔嘛是甲台语当做这菜市啊话吼，足无重要。较轻视嘛，尾仔所以阵我开始注意讲，台湾是毋是我通记录？我其实迄阵阁有读一寡social linguistics物件，当然家己读啊。我去读因的 journal paper， 你知无？就讲因为我有看到像外国像 Irish 爱尔兰，因是安尼演变来。你看回顾即个台语文字化，这是第一步。尾仔去了解台湾，除了河洛话，其实阁有客话，阁有原住民话，缅甸是 Storm 嘞。所以你看我的 logo 其实甲遮拢有关系。我要做的物件就是讲我的实行遮的物件，所以伊